前进，挺18。距离选举剩无1个月，投票日即天除了要投议员、市长之外，还佫有一张18岁公民权。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台南市议员陈秋平、陈怡丁、蔡旺全以及周丽等等人共同推出挺18环保袋啊，除了有宣传的功用之外，嘛会当响应环保。自己的权利自己顾，我们希望所有的年轻朋友一定要返乡投票，不要对于这样的议题冷漠。除了宣传18岁公民权的投票，嘛是高4位议员的竞选总部嘛将伫咧10月6号来正式成立。到时阵，这些相关纪念品嘛将伫咧东港发送。那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已经有205个国家18岁的年轻朋友都已经有这个公民权了。我想，邻近的不管是韩国、是日本，其实年轻朋友都有这个18岁的年轻朋友都有这个公民权，所以希望台湾的民主能够更加前进。民主挺18，大家一起走 ，Go Go Go！ 如果喜欢我们的民主挺18的那个小袋请大家到我们屋处来索取 ，Go Go Go！ 那么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来到现场，那我们一起用各种的方式呼吁大家共同来挺18。欢迎所有的青年朋友来索取我们的民主挺民主前进挺18。青年参政是目前世界潮流，嘛是国内的共识。立委陈廷辉呼吁大家一定要行使家己的公民权，伫11月26号即天来投票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